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谴责中国对境内维吾尔人采取制度性压迫。勒德里安透过视讯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指出，目击者证词和来自东突厥散地区的文件显示，中国对维吾尔人采取无理做法，实施大规模监控及制度性压迫。勒德里安提及，维吾尔人是2020年人权大幅退步的若干例子之一。人权观察于2月23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透过模糊的罪名起诉维吾尔人或哈萨克族人，借法律之名行任意关押之实。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月23日发布报告，指控中国政府今年加强对东突厥散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的打压，无根据地起诉他们并判处多年刑期。人权观察表示，在中国2016年底通过反恐怖主义法后，在东突厥散被司法机关起诉或关押者多达25万人。人权观察搜集了将近60多个案例，发现许多人在没有做出违法行为的情况下被起诉与监禁。人权观察发现，2017年被判处长期徒刑的人明显增加。在2017年之前，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数约占被判刑总人数的 10.8%， 在2017年却提升到总人数的 87%。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回忆说，部长安东尼·布林肯将中国威胁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政策描述为种族灭绝，并重申中国犯有危害人类罪。外交部发言人普莱斯在评估加拿大下议院将中国对维吾尔族的待遇定义为种族灭绝时说，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布林肯部长将东突厥散发生的事件描述为种族灭绝，我们非常清楚这构成了危害人类罪。显然，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对此密切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伯恩斯周三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表示，他认为与中国竞争以及抗衡中国敌对争夺性的领导高层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伯恩斯周三在参议员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多次强调，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他表示，在他被任命为 CIA 局长后，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中国。在未来的日子里，超越中共将是我们的国家安全关键。伯恩斯在确认听证会上说，他形容中国是独裁劲敌，且中国正在强化窃取知识产权、压迫人民、扩大势力，在美国境内建立影响力的能力。委内瑞拉外交大臣向欧盟国家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的外交代表发出了抗议书。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表示，政府驱逐欧洲联盟驻卡拉卡斯大使佩德罗沙，要求他于72小时内离境，以此回应欧盟对委内瑞拉高管的最新制裁。阿雷亚萨在首都卡拉卡斯告诉记者，在总统马杜罗的决定下，我们决定向佩德罗莎女士出示她为不受欢迎人物的声明。欧盟采取最新措施后，马杜罗政权有55人被欧盟冻结资产和实施旅行禁令。